第八章，就听智慧在叫，聪明在出声。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，徛伫12路口。智慧伫城门口，伫人在出入的所在大声发：众人啊，我叫恁；世间人啊，我对恁讲。戇直的人啊，着学习精明；愚戆的人啊，着追求聪明。就听我要讲极好的事，要论正直的代志。我的喙讲真实，我的嘴唇掩恶邪恶。我所讲的话拢公正，无弯曲，无歪曲。明理的人拢会了解，有知识的人拢会看作正确。接受我的管教，比得到银较好；得到知识，比得到纯金较好。因为智慧比红宝石较好，人所以爱的拢袂当甲伊比。我是智慧，互人精明，互人有知识分别事理。敬畏上主，就得厌恶邪恶、骄傲、自大、邪恶的行为，以及歪曲、是非，拢是我所厌恶。我有策略甲真的知识，我聪明有能力，君王靠我来统治，统治者通过我定公平的法律。王亲贵族、世上的审判官，拢靠我来掌权。听我的，我嘛听伊；恳切找我的，会找到。好业甲尊贵是我所属。久长的富裕甲繁荣嘛是我所属。我互人的果子比金、比纯金较好。我互人的收成比纯的银较好。我行公义的路，行公平的道路，互听我的人得到财富，互因的财宝满满。伫创造的起头，上主先造我。自古以来，我是伊头一个创造的。伫上起头，伫创造世界以前，对极古早，伊造我。我出世的时，还未有深渊，嘛还未有海洋。我出母胎的时，大山还未受造，小山嘛还未形成。迄时，大地甲田野还未创造。连地上头一把土粉嘛还未有。伊安置穹苍伫海面画地平线，迄时我已经伫遐。伊伫空中布置云彩，互深渊的水泉冲出来，甲海定界限，互海水袂搬过界，甲大地下地基。迄时我已经伫遐。迄时，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，逐日互伊欢喜。我不时伫伊面前欢喜快乐，喜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，欢喜伊创造的世间人。那我的囝着听从我，遵行我道路的人真有福气。着听教示来得到智慧，毋通拒绝。听从我的人真有福气，因逐日伫我的门口在等，伫我的门边在听候。找着我的人，就是找着性命。伊会对上主得到恩惠。找无着我的人，家己灭亡；怨恨我的人，家己找死。